在美国甲墨西哥的边境，最近佫出现大量的非法移民，希望会当得到美国的庇护。在8月份，就有超过23万的移民，边境的城市是拢进入紧急状态。即马移民政策的这个议题，互要拼连任的拜登总统是佫受到真侪批评。 以委内瑞拉人较侪的规定移民的人，最近这几礼拜拢上北，因远路途冒险渡过格兰德湖，下过来检的铁线网进入美国，向边防部队甲警力自首，伫大日头骹耐心等待，要争取庇护机会。Muchas felicidades. Mucha emoción porque recorrió muchísimo países y ya sentimos que se acabó esta pesadilla. Queremos quedarnos aquí. No queremos regresar. Ha sido muy duro el viaje. Niño viene deshidratado. 美方统计今年8月南部边境移民增加真侪，有23万人；9月前17天已经拿34万人。因当中少数透过海关甲边境保护局的应用程式提出庇护申请，其中大部分是非法入境。边境城市出现有一天1-2千人入境情形，局要无法度处理。 德州伊格帕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德州阿尔帕索市民主党籍市长李瑟开巴士专车，甲移民送去纽约、芝加哥这自由派城市。较早加拿大共和党执政的州做过这种代志。分裂的移民议题搁再议论。拜登总统伫选举年拄到更加严重的政治批评。对这件代志，北京暗算伫移民原籍国家推设新的庇护甲签证申请系统，导致移民大量流动。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凯斯甲洪都拉斯的总统会面，讨论移民问题甲合作。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。